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又邀请到我们尊贵的走进公仁波切，仁波切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仁波切，因为上次的谈话非常的开心，那么再请教一下仁波切有关供养的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家想要很多的福报，想要广聚资粮，那么但是要怎么样做供养才能够真正的聚集所谓的福报？好，修心，要圆满的就是两种质量。两种质量里面呢，第一个就是福德质量，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圆满福报质量是质量来说到，就是圆满3大27件的福报质量。所以这个以过去佛陀的故事里面来看到，就我们可以知道，所谓的要供养跟布施这些来说到，就不是那么的简单的。佛陀的每一世呢，就是为了佛法为了圆满两种质量，做了多少的布施，他自己的肉身都布施了很多次，那就是肉身布施了一个生命也是当然也是一样的布施出去的。那同样的这些很多最后圆满了两种质量，就是成了佛。那在佛法2000多年前的历史到今天来说到，就这些一切的方法都是变得越来越殊胜，而且是简单。所以就我们在这个佛法当中，佛教本身有9乘佛教，9乘佛教当中呢，就是在密乘里面就是有非常不一样的特别的方法。那这些特别的方法来说呢，就是很简单的修持就可以圆满很多的质量的方法。所以就是在这个供养的部分来说到，就供养跟布施这两个本身的区别来说到，就供养三宝的就是叫做供养，然后布施的就是布施其他的众生。所以这两个的上下的分别来说到，供养是对真上的，然后布施是对真下的，所以就上供下施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所谓的上供下施的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圆满的，像比如说火供烟供，这些都是用修法的方法来圆满的。所以就做一次的火供跟烟供的法的时候，那所谓的供养的部分来说的，并不是说是我们人类所看到的，我们所珍备的这些供品而已。那么这些都是经过修持佛法，而且是一切的供品变成进化成空心，而在空心当中加持成为甘露的这些供品来说的数量是装满3000大千世界的数量，并不是说是小小的供养。所以这些供养是非常大的功德。那对于这些另外一个来说的，对于我们一个修行者来说的，自己可以所做到的能力范围的一些供养来说的，那就实践的金钱的供养、物质的供养，然后衣服的供养，这些来说的同样也是供养。但是这些也是根据自己的内心当中可以所发心出来的供养。最主要的供养跟布施这两个的主要的功德是什么呢？为了从自己的内心当中消除吝啬的这个业障的方法。所以针对这个供养的东西跟供养的对象来说到，就并不是说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要从自己的内心当中放下这个东西断除这个执着才是最重要的。当然在很多实践人来说到，就那布施跟供养这两个的选择也是不同。因为就是觉得那应该是可以先看布施的话，就是布施的对象对他有什么样子的帮助，以这样去想，这样去看。但这些来说的话，并不是说是最怎么说呢，最有智慧的方法。真正的一个修行人来说的，就供养三宝是最大的功德，圆满很多的功德的方法来说的，那就这些来说的，就供养三宝是最殊胜的。供养三宝的部分来说的，那就以实践的金钱来说，如果是说今天就是供养多少的钱，或者供养多少的物质那就是只能是以这样去看，评价说他的供养做得很好或者做得不好，这个是完全看不到的。
主要是有自己的内心的发心的正确与不正确，对自己内心里面对这个物质有产生的这个执着，有真正的断除与没有断除，这个是最重要的。对。好，谢谢仁波切。那仁波切刚才有提到，我们供养三宝的功德非常的大。那因为我们在现在很多人，大家就说，我们是不是很多钱可以供养？那有些人可能，就像仁波切刚才所提到的，可能在物质上或钱的方面，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富裕。那么是不是也仁波切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有关供曼达或七支供，或者有一些除了物质之外，有一些成就者他们修行的故事？在这个方面来说的，同样的，因为就是每一个人就是像主要是做供养的时候，就任何一个人都不缺少供养的东西。那很多人觉得说我没有太多的金钱，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做供养的东西，这样去想的话，那当然也是一个实践人来说的，只能这样想。但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来说的，这也是不是说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来说的话，就你要知道，供养的主要的根本、主要的重要的部分是发心。那你如果是能发心的情况下，你只有1块钱，把这个1块钱供养上去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殊胜的功德。如果你没有1块钱也没有关系，像巴楚仁波切在修曼扎一样的。他修曼扎的时候，就是在没有曼扎盘，但是拿一个石头作为曼扎盘，就是相当就是我们寺庙的山上，在主清寺的这个山上，就巴楚仁波切闭关的那个山洞里面，到今天都可以看得到那个一个四方形的石头，他就是从地上捡很多的石头，小的石头来，把这个石块上面就是曼扎盘，就是做一次一次一次的供曼扎，然后就一次一次的把这个石头又倾下去，又捡起来，然后再供曼扎，这样，那就是整个的在这个他在那边闭关的时间，就是做供曼扎，到现在这个石板都是变成就是很亮的、广广的，就是这样，因为这个都是非常好的、非常殊胜的供养，但又像就是有些实践人又就是很消气、很吝啬。所以就是舍不得做最好的供养，然后选择就是最不好的东西去供养的话，那个是不对的。那就是普贤上师言教里面所讲的，相当就是一个食物来说的话，就变成快不能吃的时候，就是拿来供佛，然后就是自己可能是不能食用、不敢食用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拿出去做布施的话，那这种的方法来说的，就根本就是对这个食物来说的，也是相当就是丢掉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功德的，所以供养跟布施都是最重要，真正的想要得到这个供养跟布施的利益的话，那就是要供养跟布施都一样，就是要选择最好的东西，而且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去做供养做布施才是最有效的。然后其他的方面来说的，像比如说七支供来说的，就是一种过程，就是7个过程。就是顶礼供养，就这样的一个7个过程，这个方面来说的就是一个过程，修行的一个过程，对，好，那我们非常感谢仁波切。那么，所以我们在知道我们所有的供养，仁波切今天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么我们非常再次感谢仁波切，也谢谢大家，也祈愿我们大家呢能够广聚福德资粮，早日成就。谢谢大家，谢谢。